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即马秋天的脚步愈来愈近，你感觉一日一日开始会凉快，但是陆陆续续传出了有虎头蜂会叮死人的代志。俗语咧讲啊，一两三四五，蜜蜂啊回北渡，一节黄一节乌，千只万只共一户，飞来飞去四五路，偏偏行来一个天敌，一只虎，一个虎头蜂来炸路。什么时阵是安怎伫线内行来行去，通好安全去佚佗？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台湾蜂类保育协会理事长蔡明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宪。第二位是台湾蛇塘动物保育协会理事侯兆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是户外生态的教育讲师，嘛是小白老师，叫做吴俊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白老师。那么第四位咱老朋友，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前林医师。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啦，最近一在新北市的瑞丰山区发生的黄卡蜂的这个虎头蜂叮死人的事故。新北市的动保处来表示讲，民众和攻击的所在地是野生动物的生态地啦，所以意思是讲无应该去吗？这头一个。第二，秋天虎头蜂的攻击性较强，民众若去拄到这个蜂叮来攻击，就要用物件来保护头壳，那么往反方向来赶紧离开。去到山区呢，尽量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唔通嗅芳水。20载时，新北市瑞丰山区民众互黄卡虎头蜂叮攻击，致使2死9伤。新北市动保处表示，到山区建议爱穿浅色的长衣长裤，避风帮药剂。另外，这群人阁是行到野生动物的生态地，加上秋天是虎头蜂上有攻击性的时阵，是更加危险。避免一群人喧哗干扰到虎头蜂，看见警戒蜂围绕时，也应该尽速离开，防止群蜂围攻。若被群蜂围攻击时，也应该要以衣服或手肘保护头部，低声退出或绕路往反方向来跑。阮就抽0.3到0.5之间。用下当抽药剂，若是民众互蜂叮到，致使血压降低，会窜即款过敏反应，就要紧巴注射肾上腺素急救，搁再送病院。新北市消防局表示，民众互虎头蜂叮到，并无建议家己先处理空喙，应该要随观察敢有过敏反应。第一时间是爱看伊的会喘无，会头晕无，若会的话，阮是希望伊的朋友紧的打电话互阮消防局。若会当的话去山骹。搭接过来，落去山骹搭接起来较重要。有时阮伫现场找人找足久的，迄拖着迄送病的时间。民间偏向流传，互蜂叮到就要随抹桥处理，但是消防局建议民众唔通相信这个方法，莫家己处理空喙。关注伤者敢有过敏反应，赶紧联络专业的医护人员，是较好的处理方式。记者关注随新北报道。观众朋友，他看这个新闻大，你唔通掠做讲这小可代志，反正我就唔通去就好啊。但是你事实上，你时不时你就是撞到，你的是谁啊？或者是你的是大人，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所以啊，咱今仔日真严肃，要来给大家讲到底这虎头蜂，尤其蜂对咱人类的生活甲咱共存，毋知几千档去啊。咱对伊了解足少的现场请来真侪蜂的这个专家，佮医学的专家，互你来了解讲，你若你拄着蜂。毋是讲你打电话叫消防队来就好啊啦！我甲你讲，你真正伫深山内来，还是你伫浅山所在，你要叫较紧叫这个消防队来你钱下去呀，你就领去啊！所以头一个我先来讲咱这个定台湾会当看到7种虎头蜂啊，我讲不如老师来讲，蔡老师你甲咱讲看卖这摆这瑞丰连续说2摆嘛这是什么蜂？这是人是上台的。
不是人台的啦，是芳吼。咱台湾吼，以前有记录的虎头芳7种尔，是无7种，但是后来有发现2种，所以总共有9种。总共9种，总共9种。但是咱认北9种吼，主要是啊讲，看这什么色啊，看这这个伊头拄新闻大有讲啊，大家惊若看到芳香吼，大家较掂呢。但是他会知影讲会去看到，头一个大家喜花花的时阵，啊就很不时就去看到啊。但即阵是要安怎？一般民众吼要看多一种芳哦，就歹啉啦。是啊，因为你毋是研究芳的人啊，你个看做大只的啊杯就惊嘛吼。所以你毋免去啉讲要去吹，说迄是啥物芳，毋免去吹。你会惊你虎头芳的边咧杯的时阵，你个离开。点离开，安尼个好啊！啊，千万袂使你热，袂使，袂使，因为下头有风，迄虎头芳吼对气流啊，做敏感的啊。哦，对气流真敏感。安尼下的时阵有气流啊，爬山的人毋是有登山杖吗？或是有迄扇子无？安尼你以为我个下又走袂呢？你下的时阵。你叫做哦，你要创啥？你过来定你，所以袂使安尼下，你个点的离开就好啊。你毋免去吹，哎，啥物芳去吹，安尼个较危险。啊，个咧叫咧 Google， 你无效啦。上好，啊，若是点啊，死安尼。袂使，嘛袂使个裤的涂骹吼，讲我点安尼袂使，因为喺定力的时阵吼，伊有迄味啊。虎头芳定的时候，迄味系留喺你身躯顶。听讲迄定落去迄个费洛蒙嘛，对，荷尔蒙的味，其他规群就走来。对，荷尔蒙有做一种啊，吼，啊有一种荷尔蒙吼，伊叫做警戒费洛蒙啊，就是迄定的时阵，迄味吼，迄味的意思就是讲，遮有歹人，你赶紧咱刮走安尼。所以个芳安尼遮侪种，安尼个定落讲，即遮较歹人，大家进来。迄味拢无，迄味有做一种味的，有一种味，迄意思就是讲定落，迄味就是讲，遮有歹人，赶紧来赶伊走安尼。哦，所以观众朋友就是免分解较济那种，你就会记的。看到芳，听到声，啊就点啊，离开，啊头砸起来，离开安尼就好啊，袂使哭咧讲哦。我安尼哭咧，等伊走，伊袂走啦，伊袂走，因为可能吼，你行的所在吼，是伊厝边啊，有人你出入的，有人吼进你厝内底，无进你的同意，你会受气啊，亲门大户，所以你嘛毋是故意的啦，你个是毋知嘛爬山毋是故意的，咱讲歹势嘛无效啊，你个定紧走安尼个好啊，来，我请教郝老师吼，那是真正定着吼，小等会请教林秘书啦。那定着的时阵，咱爱安怎？一般吼，咱这虎头芳吼，伊要定人吼，伊毋是雄飞来就甲你定啊。哦，吼，这我有拄过，这种情形吼，你一般学虎头芳甲你定吼，伊是一个过程，就是一般你要去定着吼，拢是家己无注意好。因为吼，伊一开始伊毋是讲一只飞来啊，无代无志就甲你定落去。伊甲你侦查者。伊刚开始会甲你侦查，所以咱咧看虎头芳吼，一般伊若伫咧火顶悬咧飞啊，即种芳是无啥物影响，你免插伊，伊咧无用的，伊咧找物件食，啊，这种你免插伊。但是吼，像即种芳吼，咱用青红顶来讲，你看到即种虎头芳叫青顶，你就直接过，拢免插伊。咱若看到你头壳顶吼，哪会两三只一直咧缀你行到底就缀到底。啊，这个要注意了。吼，这吼，你着要注意，这种你若拄着山的，这就叫黄钉啊，你要注意啊，这黄钉啊。你摕黄牌啊。摕黄牌啊，你要注意啊。啊，这个过程吼，若行到吼，你头壳顶若愈来愈侪只，你感觉5、6只、7、8只、10几只伫你头壳顶的时阵，这查讲这红牌啊。这就是红钉啊。红钉这个时阵就是真危险哦，你袂当搁。就像拄仔蔡老师讲的，你若飞一个头毛，伊就可能落来啊。你可能感觉真恐怖，伊飞你身躯边，你甲压一个，就定啊。啊，定了了后，你要安怎做？咱若是现场吼，你若红灯啊，你无发现，啊袂赴走，一般拢是安尼啊。
啊，你离伊的芳树你找袂着，伊的芳树可能离伊足远的，啊，毋知藏喺倒。但是你已经足近啊，伊可能伫咧树仔顶，可能伫咧5楼悬，但是你毋知影，伊看伊芳咧看，就是你伫咧下骹，吼啊，伊已经离足远的。但是呢，你若是有人去互定着了后，就无第二句话，就是只有一条路，就是走。你伫咧遐跍落去，你身躯拄仔咱讲的，你去互点记号啊，你即个歹人。所有的芳拢知影你是歹人，所以咱闻袂到的味，伊闻得到，伊拢全部咱甲饲来，一直甲你定。所以你若是伫现场不爱走，你身躯会变足侪尖的。啊，比如讲我领头，我带头的，我看到2、3只，啊，我即阵是会当讲压力哦，有芳哦，大家较掂的哦，我会当喊一声袂？会使，你若是看到即个时阵佫会付，咱咧行的时阵呢？这个时阵袂使走哦，你袂当看到芳4、5只，袂使撞。你看到5、6只伫咧天顶咧飞，伊无甲你定的时阵，你莫走，莫撞啊！你撞的时阵有气流，哦，所以这真困难呢。所以咱看到讲，足侪芳伫你头壳顶，伊要甲你定正经啊！你要行一定要看啊行，看啊行。嘿，看啊行。啊，毋通喘气，毋通讲话安尼。嘿，尽量啦，尽量莫做伤大的动作。毋通讲话，毋通喘气。嘿，因为伊迄阵已经咧开始咧在咧注意啊。啊，你若甲一致讲啊，歹人，就定啊。so， 对啊。啊，我要来请小白老师来甲咱讲吼。那有这种讲法，就讲最近吼极端气候啦、气候变迁啦，所以这个芳树啊，因为这个芳的这个生态吼，因为秋天变做足长的啊，而且这个秋天乱去啦，所以喏，毋那是9月份啦。可能到11月到12月，啊，佫有可能有芳，敢是安尼？是有可能的。啊，嘛要看当年的气候安怎。那像讲前几年无风台来，那有风台来台湾，风足透的，雨足大的，会甲虎头芳扫掉。安尼秋天的虎头芳会较少一寡。啊，若是讲即个暑假的拢无啥物风台来的时阵，虎头芳就愈生愈济。啊，迄个时阵到秋天，就是因数量上济的时阵。啊，迄个时阵若是人经过因的芳树附近，就会较危险一寡。所以风太少，啊，伊嘛碳生较济了。嘛有关系。你倒顶摕你摕互咱观众朋友小看，迄遐大只，迄是啥物件？哦，即只是虎头芳的芳后，就是蜂后。哦，即只。芳后哦。中华大虎头蜂的，就是台湾上大只的虎头蜂。中华大虎头芳，这攻击性上强啊。嘛无一定，甲大细只较无共。像即届迄雷锋发生风灾的事件，就是即种细只。啊，细只这是倒一种？黄脚虎头芳，黄脚虎头蜂，哦，细只即只，脚是红的。黄脚虎头芳。对啊，脚是红的即种的。所以无一定是愈大只愈歹，哦，无一定。无一定啊，无一定。反正你不管如何，你看到芳就大家就较掂的，较偏仔摸的，慢慢偷偷啊行去。系啊。阮伫外口上课有的时阵嘛，拄着有芳伫你的附近伫遐飞来飞去，我就会甲学生讲，就是你莫甲飞，啊嘛莫足激动的，就是互伊看一下，有的时阵伊敢若飞咧伊附近看一下，尔就飞走啊，安尼尔。哈。系啊。就我来请教林秘书吼，林秘书。即个你定落去咱了后，咱个用，比如讲，咱若无身躯用这万金油啦、免索利达姆啦，迄种无效嘛。因为定了了，有个人会疼会痒，所以是讲用免索利达啦，用万金油抹，伊是讲按就好去啊。其实迄是定了小可芳的毒针吼，无讲介济迄阵，你会使安尼抹，安尼准拄好嘛，无要紧啦。但是定了会发生问题，有2种啦吼。一种就是叫做过敏性的休克。过敏性休克就是讲，你看有足一人食土豆，突然间就转面就转缩起，气管缩起，啊面转闭起，转乌去，啊转倒落去，血液降低了倒，迄个叫做过敏性的休克。咱上明显就是讲，较早讲皮利辛，你知吧？较早皮利辛做了，讲有个人休克就转倒落，转现倒落。迄个药物的过敏嘛，啊，袂人对即个芳的这毒汁，我们来过敏啦。啊，这个人普拢是较早摆有定过，第一遍有定过了无代志，
第二遍佫定了吼，就过敏发生过敏休克，就倒落去啊。好定过了，颠倒会发生过敏咯。对，因为要发生过敏，就是你第一遍有接触到，有定过了，啊，你开始身体就即个物件，敢若毋是我的物件，伊就发生一个咱身躯会产生一个叫做异型的抗体吼，啊，就知即个毒汁我知影哦，啊，你佫第二遍佫来咯，伊就足凶就想要甲消灭掉，结果无消灭掉，等到身躯规个拢毁灭去啊。心脏全袂跳啊，啊气管缩掉咧啊，血筋颠大啊，人全血压拢降落来就倒落去啊！足紧的哦，来了足紧的。你看较早皮里辛过敏的人，你看住了马上倒落，就是安尼来啊。哇，这药物过敏就是安尼。这超几分钟的代志。哦，有当时几十秒钟就发生的代志啊。哇，你买命！哦，啊你皮里辛过敏的人，毋是讲第一遍就过皮里辛过敏，普通都是食过皮里辛的人，也是讲住过皮里辛的人。发生了，啊，第二遍佫做了，就开始倒落去啊。第一遍无代志哦，第二遍才发生。有错。对，这个毒液到底是啥物成分来安尼？敢若抗生素共款。对，咱讲两种，我拄仔来讲嘛吼，一种就是讲过敏性引起的，迄毋免，迄毒汁毋免偌济，一点点啊就发生过敏啦。啊，佮第二种是伊毒汁的成分，伊毒汁的成分哦，或拢是种吼。会互你血筋颠大，会互你气管缩掉咧，哦，互你的规个迄个皮肤吼拢红光光，哦，啊有当起疹哦，哦烧声讲话讲袂出来，嘿，啊再嘿，啊血压降低，因为血筋拢颠大了，血压就降低，啊就慢慢伊毒汁愈侪，伊就发生愈大的问题。所以有个人定了爱定足侪针，伊才会发生问题，迄是伊毒汁的毒性。啊，我拄仔讲迄是。过敏性无需要偌济毒药，无需要偌济毒汁，点点就会发生啊。啊，那第二种就是讲伊毒汁的成分的问题，伊毒汁成分有一寡生物化性的问题。伊即个汁愈来愈济，就咱药物愈来愈济，咱像咱食药食伤济，会发生啥问题共款嘛。啊，像通常但是深山拿来要送落去，譬如讲大新闻大。好，我来讲第一种你袂付送，第一种是过敏性的你袂付送。所以吼，要爬山的人，伊有当时会知影讲，我来买一支这急救的针，这个针呢唔免抽啦，就一个针吼，安尼撒来吼，发生过敏性的休克阵，转直接对安尼甲对骹拄，连裤都唔免烫，直接就甲拄落去啊，迄是咧急救的时啊。哦，咱有当时讲有个人咧先休克了，啊走去迄个病院急诊处，有当时要甲伊急救，伊嘛是甲伊注射啊。啊是讲我下骨扫的人，有当时这敢若强心剂是种。对，就是强心剂无毋对，这就是强心剂啊。但是这应该是医师的处方才有当。这是医师的处方，但是因为爬山的人有当时会发生这个代志，所以你要爬山，你伫深山来，你要对找医生，要对找医生管。哦，啊这较紧嘛，因为这发生过敏性休克拢。几十秒，有当时几分钟就发生。是啊，我想讲，我敲电话去找消防员。啦，啊，有人想讲啊，我这足贵，这一组有当时要上几万块的呢，一组2针有当时要将近要超100块。但是有通保命，对，就是要保命，你得爱炸，吼，有当时爬山会炸哦。有啦，我捌看迄个有诶，迄个病人会来甲我问讲，伊要爬山要买这个物件，啊，但是台湾吼会当买到这个物件的，伊迄个病院吼无几间啦。啊，因为足贵啦，啊，所以也卖无几支啦，哦，啊，一般的诊所吼，敢若有迄个咱咧住的，爱抽，爱甲伊玻璃杆爱甲挂破，啊，要抽，有当时爱伤慢啦，哦，伤慢啦，所以有当时这自动甲住的吼，连裤都免烫，就直接甲住的，大腿的迄个外口的边仔甲住的，啊就好啊。迄一急救的，当时一针了，啊无够，有问题，搁爱做第2针，所以有当时拢爱一组爱2针啦。哇，这我唔知影三位中定定伫野外咧活动的，应该是毋捌做过啦吼。你是着你讲，若是真正恁拄着，你应该是有叫定过啦吼。恁定过时阵，还是你较慢皮？你讲你拢无要紧。大部分的人吼，定着的时阵是疼人，吼肿人，吼啊红人，吼皮肤红，都安尼啦。啊，拄医生有讲过，迄做的人吼，这是种体质，咱是有人食虾过敏，对，
大家人食无代志，你食就有代志，共款嘛，这个代志共款。毋是每一个人拢安尼哦，嘿，就部分的人安尼尔，嘿，像我像我虎头帮定了嘛，无来听尔，安尼啊种安尼尔。你他早老师我看讲，伊嘛叫芳定了一点哦，小小这是蜜芳，毋是虎头芳。啊，这蜜芳，蜜芳，嘿，蜜芳甲虎头芳无共款。就乌点。嘿，啊那一般虎头芳甲蜜芳定落去，到底是差别在哪里啊？差别伊个毒。你这豆顶这几只这是哦，细只这蜜芳。这几只，互咱来熟悉一下。好，细只这是蜜芳，啊大只这只虎头芳。好，你看迄体型无共，吼体型。差足济。那观众们，这是泡酒精。酒精的啦，所以看起来乌啦。乌啦，嘿。好，那蜜芳的尖吼，伊用迄显微镜看吼，哦，这细倒刺，所以迄定着的时阵，伊的尖吼会离开伊的身躯，迄尖个留在你的身躯顶。蜜芳，嘿，那伊就是要甲你车拼啊，连累撞伊了无？伊用伊的命换你的疼。哦，蜜芳是安尼嘛？对。哦，虎头芳毋是咯？毋是，虎头芳伊的尖吼，伊用显微镜看吼，伊无锐利的倒刺，啊，甲后壁咧，伊敢若一支尖啊？拢一支，拢一支，但是伊后壁迄肌肉吼，足有力的，所以伊的尖袂离开伊的身躯顶，所以插落抽出来，插落抽出来，一直用。哦，遮残了。但是。虽然讲蜜芳吼，伊的尖吼会离开伊的身躯，但是就是因为离开伊的身躯顶，留在你的身躯，所以你一定要把迄尖提起来，因为你无提起来，迄个尖吼后壁迄肌肉啊会叮当，迄你睇个，还佫继续咧缩掉，所以你第一项代志，迄尖一定要提起来，提起来有方法的。毋是讲你会用你的大拇指甲黏起来，你黏起来时阵，黏起来，后壁的迄毒吼，毒包啊，拢入去啊，拢出来，所以你只要用指甲安尼背起来，用衫安尼背起来，安尼就会使啊。倒一个方向不要紧，因为就是轻轻的搞掉尔，伊袂安尼拄咧做深的袂，所以轻轻的搞掉的时阵，那你会指甲对，亲像咱起芳啊。做流很容易被互芳定掉了，所以按讲呢，听的时阵安尼背起，安尼就好。因为迄尖留你的身躯顶的时间足短，因为短，所以迄毒啊也足少的。所以你毒足少的时阵，你甲袂肿。但是你为尖留喺身躯顶愈长，你个愈肿，愈疼。哦，这是芳咧定吼。对。你这倒顶这两个这。看就知影这收嘛吼，这是蜜芳的收，啊，这是虎头芳的收，迄方向应该是安尼啦，吼，迄一片，安尼一片。这摸起来敢若纸咧。嘿，因为伊的材质吼是植物纤维，但是这材质是蜡，芳蜡对，但芳蜡是迄蜜芳的腹部，生出来。我这菠萝敢若。去食迄个蚯蚓糖诶，对，但是这是植物，像树皮啦，伊去消化了，毋是消化，伊去加起来，吐出来，落去挤出来。对，伊就去加迄树皮。但是咱一般伫深山内来，咱伫浅山所在去看到的，大部分的收，拢毋是芳蜜的收吧？拢是虎头芳较济，啊，有一种是长角蜂，看这啦吼，虎头芳的树吼，伊是一像球啦，规粒有球，吼，那你无多看内底迄六角形的形，你无多看无，因为伊内底，啊，有一种卖做定人的，有这种，长角蜂，长脚芳就这种，啊，你看的时阵，安尼看，你就看到伊的六角形的芳树，安尼看到的时阵，像那莲蓬头。像莲蓬头安尼啊，敢若莲藕安尼。对，迄个是长角蜂，这两种无共哦。这种较歹啊，这种较袂歹。但是我想讲，咱若看到这，咱就紧甲刷走甲。对，两个拢是看到迄个点离开，安尼就好啊。这一般咱有当
即我要来请教到即个郝老师吼。咱一般伫浅山所在是规海拔偌济了后，才会较安全，还是较无安全？敢有通安尼来判断，还是讲无喏？因为即摆气候变迁吼，四个五路拢有。一般来讲吼，海拔到甲一个关度以后，比方讲2000啊、1000以上哦，那虎头蜂就介少啊，剩的种类就足少的。吼，一般来讲吼，拢是伫咧浅山，咱一般人较会到的所在，吼啊拄好虎头蜂就较济。啊，因为吼愈悬山，伊愈无物仔通食，愈歹讨食。啊，一般虎头蜂吼，伊细汉的时阵吼，伊是食肉的，所以伊会去掠一寡菜虫啊。是奇奇怪怪的虫啊，等于饲囡仔。啊，你若愈悬山虫愈来愈少，伊就无较歹生活，所以愈浅山的所在，虎头蜂是愈高。哦，虎头蜂是食肉的。伊家己本身是食素的，因囝是食肉的。安尼。对，细汉食肉，啊伊大汉本身就开始食素啊，可能食一寡花粉啊，食一寡烂水果，所以咱喺山顶时看虎头蜂咧捡迄烂莲雾啊，咧食物件。啊，伊食伊就饱啊，伊就上山去掠一寡菜虫，等于饲因囝，因囝食肉。哦，所以我细汉时阵，我有看到讲即个土蜂啦，有些鸳鸯蜂啊，啊，伫咱个西河边仔定定看到。阮细汉时阵吼，庄脚人毋知，咧都摕去裹迄个啥，迄个猪头皮啦，讲会当治迄个猪头皮啦，就是这啦。主持人咧讲的这个是即种。来，咱用镜头小看者。这是泥糊蜂，吼，泥糊蜂。啊，咱叫鸳鸯蜂啦。伊伫遐吼，伊就去，伊会去捡土吼，去淡的所在吼，捡一寡土丸，啊，可能伫恁兜的厝角啊，吼，甲淋袂着雨的所在吼，啊，伊就甲你做一个敢若地沟安尼，啊，伊做这个地沟为着啥？伊为着要生囡仔，伊当个地沟做好，伊伫内底放一粒卵，放一粒卵了后，伊就去设计掠虫哦，啊，甲钱啊伫迄个空内底，对，啊，钱的钱甜甜。啊，等下扛起来，啊，伊遐卵吼，若孵出来以后，伊就伫咧内底，食到伊大汉，食到伊出起来，出到直接芳出来。啊，即种芳是无收啊，伊敢若一个人尔。伊敢若一只？嘿，伊就是一只尔，伊毋是安尼规收的。毋是群居的啦。毋是规伙，这是个独居蜂啦，伊家己一个人大。嘛有即种的吼。嘿，大部分的蜂拢是一个人大。大部分的蜂拢是孤鸟。嘿，拢是孤鸟。所以咱咧讲这定定看到这虎头蜂是群居的，还是拢孤鸟？那大部分虎头蜂拢是规定群居的。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咱讲大部分的蜂拢是孤鸟？因为咱会较注意虎头蜂，其他的蜂其实无人注意，这个有几千种的嘛，无人知影。所以较注意这个虎头蜂。所以其实咱敢若写讲台湾定定看到7种虎头蜂。啊，事实上，台湾的蜂类还佫足侪，啊，佫足侪，啊，佫足侪。台湾蜂类超偌侪啊？食花粉的迄种吼，差不多180几种。那食多是就鸳鸯蜂这种吼，差不多吧，100几种。600几种，100几种呀。食花粉的100几种。那迄食蜂糖的迄种100几种。哇，啊，毋算袂完呢。我要问小白老师吼，咱咧甲囡仔教的时阵吼，咱拢定定细汉时阵啊，迄阵是野生知识啊，那拢讲啊，这是益糖，这好糖啊，歹糖啊。咱即马还有安尼分类吗？还是讲咱来甲整个生态甲了解，互伊了解讲，咱蜂甲人类的这个关系是啥物？其实益虫啊，可能是有的时阵是对人来讲是好也是歹的。啊，若是讲虎头蜂，伊可能会共定有人当做伊是歹糖，但是伊对迄个大自然来讲吼，伊是好糖，因为伊会当帮忙食一寡，像拄仔老师讲的，会当食一寡迄毛毛虫。啊，有的时阵毛毛虫伤侪的时阵，对规个环境来讲嘛毋是上好。啊，有的时阵对农夫来讲，伊嘛可能是益虫，因为伊会帮忙吃害虫。哦，所以伊是爱看讲你是对
就一种角度出发呢。但是即马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咱的杀草剂吼用了足济，所以咱的浅山所在也好，咱人类这个居住附近的所在吼，这芳较歹生活，敢有这种现象，还是讲，其实咱台湾慢慢啊，这个环保意识吼，较兴起来了吼，大家较无咧喷这杀草剂，到底是啥物情形？有啊，若是迄杀草剂有影响，不只是芳尔，其他动物嘛会。这我就有趣味啊！这咱若是食这芳蜜，啊芳蜜去采到这有去喷农药的这个花粉，这个芳蜜敢是毋是也有农药会累积起来？敢是安尼？嘛是会哦。所以人工咧饲芳的所在，嘛有可能有化验出这个有化学物质的、化学农药的这个芳蜜，有可能，嘛有可能，嘛有可能。啊，这我要请教林秘书咯，林秘书，咱哦一般咱拄到这个芳，这个若是会得病，还是讲像头安尼急救的这情形，差有几%度？有济啊无？还是讲咱就来自求生路啊，来买这来拄落去安尼上好啊，其他的物件呢？一般的人讲实在，袂讲因为芳定了就休克去，无遐济啦。但是譬如讲，你本身是过敏体质的人，譬如讲你有黑菇的人，你有过敏性鼻炎的人，啊，你食物件会食来过敏的人，会起毛，会起疹毛的，这个人属于较过敏体质的人，这个人发生讲芳定了转休克的机会较济。哦，啊，一般的人较少，吼。啊，如果有某米人，譬如讲我家己，我来记我细汉时阵，差不多10岁的时阵，去煮一种吼真古早式的这个抗生素，叫做林科信。林科信哦，这啊，这煮落去才缩起来，休克。啊，我若拄着芳来甲定咧。啊，你要较注意，你要买较贵的食。哎呦喂啊！我因为吼，药物过敏嘛是一种过敏的体质。你看，逐个人咧住在住，大部分拢无代志啊。因为我若去医生馆吼写这个，伊讲哦。你这过敏哦，这真罕见呢。对，你这个药较少咧用啊啦，较林科信迄古早咧用，即马较少咧用啊，较少啊。啊，咱就较皮利西林，较早嘛皮利西林去用足济啊。啊，到尾皮利西林嘛愈来愈用愈无效，啊，有个人用了佫会过敏，所以皮利西林嘛愈来愈少咧用。但是因为皮利西林的发明，有佫衍生一寡新的皮利西林类的迄个药啊，一直咧用出来。但是你本身来讲对药啊会过敏。食物件会过敏，还是讲你本身有黑菇梢的人，有过敏性鼻炎的人，你较过敏体质的人，我是建议你若要爬山哦，买一支啊吼，啊早去山顶安尼较好办。你我定了休克了，你赶紧住哦，迄救一条命哦，有当时几千块买一条命也会价值啦。有影，迄若我来紧来去买。对啦，啊你当然大家医生，你若讲伫都市地区。每一个医生馆，不管诊所、病院，拢有急救的迄个车伫的。迄时啊，去了一个时间去挂开啊，赶紧抽这个药啊出来，啊就住吼。医生馆，你若讲伫都市吼，芳定了休克，赶紧走去诊所就伊就该处理啦。还是急诊处拢会当该处理，大家诊所拢一定爱有这个药啊伫的啦。因为你诊所有人食药啊过敏、注射过敏的人，把你发生休克，还是讲一个人突然间要急救迄阵，你爱准备这个药啊伫的。所以诊所拢有这个药啊伫的。林医师，除了芳类以外，还佫有其他这种类似的反应，来的时阵会乌卡会安怎？足济啦，芳是其中一种啊。狗血嘛会呢，咱有叫这个火血、火蚁诶，迄嘛会呢。啊，有人去摸糖去当着嘛，啊，输着啥物？比如讲咱咧讲迄个输着一寡迄个花粉啊。还是讲输了一寡，咱讲尘螨，你看迄个螨，你门床顶拄啊跳来跳去，迄个输着迄嘛会过敏啊。还是讲有人空气污染，有人嘛发生过敏的问题。但是足侪物件拢会发生过，食物件上济啦，食着迄个海鲜类的，哦，食着虾啊啦、金啊啦、蛤蟆啦，还是食着一寡腰果吼。所以林秘书，咱会当来归纳讲。那如果你若是食物件，或者是讲你生活史当中有任何有够过敏的这个经过的时阵，你入去深山啦来，还是去浅山所在去佚佗，你家己来讲哦。
对，啊，我是感觉应该爱早，唔但讲爱早注射的用，注射是较紧。你甚至爱准备一寡假的药啊，因为注射是急救得用的，啊，落尾佫有发生一寡镜头，有当时嘛用假的药啊。哦，咱一般假药内面就有当时要治疗过敏，一寡美国仙丹啦，还是咱咧治疗咧鼻啊过敏，然后鼻做咧抗组织胺，吼，迄类药嘛爱早咧啊，哦，即类药嘛是咧，因为咱这叫做肾上腺素咧急救迄吼，迄是甲其中一种咧紧急咧用的尔。啊，落尾佫有其他的镜头嘛爱去处理啊，所以你毋是讲甲注射去射就算准拄好呀，你其他嘛爱准备一寡抗过敏的药啊伫个啊。安尼才会发到，因为你心肝来你要落来山骹，还佫一段路。对啊，我就想讲，迄阵时我敲电话找林秘书就无效啊。无紧，你若要爬山，你找我去，我含你做去，我免费你，我甲你做随队。无啊，咱组一团哦，拄啊5个去。哎，对，我宝贝山，是吧？没错。这真正若较高级的迄个要爬山的团，上好是早一个医生去上好。啊，医生准备一寡急救的药啊。讲实在，若今仔日有一个医生伫遐。伊若讲有准备一寡急救的药啊，差1、2分钟了，伊挂一个药啊，佮抽一个，佮甲伊做咧，嘛是足紧的啊。哦，毋免讲着去去针，哦，你去针是讲你无医护人员伫边仔迄阵，你会当直接做。啊，你若讲有医护人员，伊若讲有早药啊，有注射药啊，赶紧甲伊处理着，嘛是会当解决啦。所以这就是咱的定海神针啦，吼。但是我要来请教吼，老师吼，甲咱讲者，大约啊所讲者，咱虎头蜂的生命周期。就这来讲，伊只顶头上每个8个到11月是真牛风定的这个高峰期，这安怎讲？因为春天的时阵吼，虎头蜂伊冬天的时阵会困去，伊冬眠，会困去。啊，春天的时阵会蔬菜，啊，去家己去找食的啦，还找迄树皮啦，盖伊的开始要来起厝啊，还有起厝啊，吼啊！如果无拄好讲无天敌，吼无风台，伊个愈来愈大，附近伊拢会吹到食物，吼，伊个愈来愈大，吼，所以春天热天的时阵愈来愈大，到秋天的时阵上大，啊上大内底的蜂数量上侪，所以伊个足歹，所以。春天的时阵有虎头蜂哦，但是虎头蜂吼，迄大细个手球，迄网球安尼，一粒安尼，迄袂歹，迄袂歹。哦，敢安尼袂歹。因为内底可能讲3、4只尔，但是秋天的时阵内底可能千几只哦，嘿，迄个足歹。大家就起毛歹。对哦，迄个收客安尼，大家起毛歹意思。足济嘛，还个定人安尼，所以为什么秋天的时阵足济？啊，伊的讲法是讲，因为开始有即个蜂后，要开始去找新的所在，啊，就大家开始出去活动，所以拄着人的几率来变悬，是毋是安尼想？毋是安尼，是讲即虎头蜂，迄树内底迄蜂足济嘛，所以伊个去找食的啊，所以个飞甲足远啊。但是春天的时阵，伊个树吼，就网球遐尼大，内底3、4只。所以，伊要找食的时阵，个紧啊找，伊个无遐歹啊。但是伊厝内底人真济的时阵，伊个较歹啊。但是到冬天的时阵，迄只树吼，伊内底蜂可能死了。所以，咱冬天的时阵，你看咧新闻，冬天的时阵拢无人订，12月过后拢无订。就是拢死伫这蜂巢内面。嘿，冬天的时阵拢死了啊。那交配后。成功的迄蜂少数，交配成功的蜂王，伊个眯起来个困去，甲冬眠起，个冬眠。那春天个就出现。啊，这死亡率超偌悬？这规窝拢死，规窝拢死。嘿，啊，所以就拄啊摕来斟酒。你会使斟酒啊？迄种会当斟酒啦，但是爱活的啦，爱活的。哦，爱活才会当啉酒啦，所以哦，咱刚刚咧想着食的啦吼。但是我要请教着郝老师吼，大家拢对这个蜂王胭啊，咧真有兴趣。到底这蜂王胭敢是安尼？敢若什么养颜性品，还是对着身体安尼安怎？佮有个讲哦，食了会壮阳，这到底是科学知识是安怎？你讲的是蜂王胭，还是蜂王浆？
芳王酒、芳王奶啊，讲互大家听者。嘿，你讲的是芳王奶啊，一般芳王奶吼，就是人讲的芳王酒嘛。嘿，啊，这个物件是啥物？这个物件其实吼，毋是芳王家己发出来，伊毋是讲个我芳王哦，家己的酒出来哦，毋是安尼。伊其实吼，伊这个芳王酒啊，甲芳王奶啊，伊是。来，咱摕个镜头看者。伊是对这个，伊是内底吼，迄做工的工，咱讲工芳啊。工芳。工芳毋是工的芳哦，是做工。做工的芳啊。做工的芳吼。啊，伊为着要饲芳王，所以伊会家己做迄芳王奶吐出来，啊饲互芳王食。喙烂。伊迄嘛毋是喙烂，吼，伊全部一个。身体液体。液体吼，伊吐出来互芳王食，饲芳王。啊，芳王奶为啥这样神奇？因为吼，咱这吼，这是一个，一般咱蜜蜂吼，你放卵的时候，拢放在这六角形的球内底，啊，这空内底。啊，伊若要出一只新的蜂王的时候，伊就做一个安尼。迄是啥物？这个物件叫王台。王台就是哦，伊甲你起一个别装，吼。我这只卵个放在内底吼。啊，我咱用镜头小看者。嘿，来，这王台。啊，伊若是这个王台内底有一粒卵吼。所有的蜂吼就知影讲，即个以后是蜂王，所以伊就会伫咧即个王台内底呢，吐蜂王奶，吐足侪蜂王奶，互即个蜂王食。啊，伊若自细汉吼，自伊对卵孵出来迄个时阵开始，就食蜂奶，即只出来就是100%就是蜂王。哦，所以咱咧讲蜂王奶是伊咧食的奶，毋是伊家己放出来的奶。毋是放出来的奶，吼。啊，为讲食了以后吼，身体较好啊，养颜美容啊，较水啊，皮肤会较好啊。啊，这是有科学证据，还是讲话？这可能我还问林医师。嘿，这是有科学证据的，吼。啊，伊内底有一寡较特殊的物件，伫别个食物内底无的，吼。哈，对啊。啊，若有一个讲法哦，我先跳过小白老师，我想问，到底蜂王奶是有较特别无？医学上吼，较无咧讲这啦。因为这是营养品嘛。那真正讲食的了，讲哦，拢咧偌水，拢袂破病。我想无迄个物件，迄那真正有迄个证据，伊就叫做药物啦，伊就毋是叫做食物啦，伊就毋是叫做健康食物，伊就叫做药物啦。因为你若讲你的证据较充分，你就叫做药物。你若证据无充分，是甲讲那营养品，迄个叫健康食品安尼尔啦。食健康的啦，食健康的啦。啊，食心情舒爽的啦。啊，你迄是芳咧食的物件，你讲我食的讲就是哪想讲芳会做芳？因为芳王一工会当生2000粒的卵啊，是毋是安尼？春天的时阵会啦，但冬天的时阵甲热天就无遐济啦。哦，伊的工作，伊的工作效率。芳咧食的物件，人来食，无达讲到迄个效果啦。啊，咱有一个讲法讲，囡仔毋通食蜜蜂，因为这内面有一寡迄个叫做个肉毒杆菌毒素，迄个叫做一种绝毒的，世间上毒的物件就是肉毒杆菌啦。你知唔知？咱即摆有嘛来用肉毒杆菌在美容，在美容。是讲吼，你有皮肤咱黏起的，伊个注料会讲咱放松伊，较袂安尼嚼，皮肤较袂嚼，互咱的迄个皮甲把放轻松，迄个肉毒杆菌毒素，迄是世间上毒的物件啦。哦，所以迄个物件若讲伫迄个旁边内面，互囡仔一般咱的胃吼，普通囡仔的胃卫生也无够，可能无法度甲迄个物件，迄个细菌吼，迄个会产生这毒素的细菌排掉伊。所以咱讲1岁以下囡仔毋好食蜂蜜，就是安尼来啊。哦，所以超过3岁我会当食，我咧体温计。1岁以上较无要紧啦，因为咱的卫生有够啊，咱会当甲迄个细菌吼，甲排互死，就较无遐个代志啦。哦，是，小白老师，我要甲你请教吼。咱一般来讲，咱入去山内吼，讲了足济，但是大家拢袂记的，到底是爱穿啥什么衫？吼，伊讲你毋通穿迄个较粗面的，啊较幼面的，粗面甲幼面敢有差别？色嘛较浅的，毋通啊深色的，伊是敢若迄个稻牛共款，看到深色的伊就来搭。还是安怎？你讲咱听。伊就是会看到较乌的迄种色彩，
像迄虎头蜂嘛是要去共定的时阵啊，伊会先去找人的头，因为头毛乌嘛。我无多，我头毛乌呀。啊，若无头毛就不要紧啊。哦，剃光头。无人，阮的地无爱会使，白色的无啊，较浅色的衫嘛是，就是莫规输拢乌乌安尼，伊会浅色，浅色较好。哦，那粗粗的面是安怎伊会较迄落？粗粗的面。讲毋通穿迄个啥？哎，毛，迄个毛线。哦，因为蜂吼，伊蜜蜂吼咧。停伫你身躯顶的时阵，会咬着啊！你衫有毛嘛？毛，嘿，伊咬着啊！伊咬着伊惊，伊要走，无都走啊，佮停落啊。哦，是这个原因。脚有咬啊，还会咬掉，伊就走袂去，就开始停啊。对啊。哦，穿迄个碰洗衫，伊就咬掉。伊无要停，伊可能是休困啊，遐烧烧嘛，迄个休困一下，寒天烧烧，伊个停落。但是停落的时阵，你要走袂去，停落啊。啊，所以咱就爱去想讲，咱入去山内，我这真麻烦。我要入去爬山，我就爱炸林医师，我就爱车三位斗阵行。啊，我穿插我来穿较白、穿较浅的，吼。啊，另外穿较骨骨，诶，衫较骨骨的较好。啊，另外佫讲爱腿爱瘦，但有个人讲，伊若甲你定了，你会走迄个顺风厝。当是安尼讲啦，但是我就是顶间我规个人都唔知，我是要怎走啊？爬山的时阵路一条尔，对啊，对啊，边啊拢是悬崖，你安怎？你无迄个时间讲安尼用迄侧风向？哦，这风是这边，哇，这镇定。无法度啦，无法度。所以讲吼，你拄着的时阵，你个离开个好啊，你个走个好，伊一条啊，你留伫遐个较危险嘛，所以你。走，你行过就好啊。啊，好，啊，我来行过，我来万不能嘛是叫定着。我当然，我一定会哭啊！哇，安怎，哪哭哪行，啊，佫袂当哭出声。你一针甲10针，你算嘛？一针甲10针，你算嘛？你当然是一针嘛。啊，但是一定甲我定咗点香做记号，讲我是歹人啊。要紧走啊！爱紧走，对，所以你袂使演，还赶紧走，迄上重要。袂使演，赶紧走。袂使演，袂使演。哦，但头一个莫演啊，清查，哦，上好早林秘书去，啊三个斗阵，啊清查较白，啊就较甜的，唔通稀稀哗哗。听讲是甲吵着伊嘛会哦。虎头蜂要定人吼，做一个因素的啦，温度悬啦，芳收大啦，赤呀，那人吼咧热啦，拢有可能啦，拢有可能。但是风咧吹，清风吹来，伊嘛会吗？如果迄芳收吼足悬的，10公尺顶悬，你看到的时阵，你个动作较细个咧，你莫安尼会当稀花，莫安尼，你看到的时阵离开安尼就好啊。所以迄定啦，就都是你行迄无人行的所在，就有可能。上好是大家拢已经行到变做习惯的路，因为伊要做收，嘛无介意讲人足济所在嘛。人这所在咧，伊来交了啊。啊，郝老师，这吼，这啊，佫有讲着讲遮，你看这图表讲吼，应该分散人群啦。啊，我就一条路安尼啊，我是要安怎分散？是大家离较远，还是讲大家集中，还是安怎？这阵是要安怎？咱咧讲吼，开始真正要走的时阵吼，就是你这群人内底已经有人去芳定着啊，吼，伊这个虎头蜂已经开始定人啊。这个时阵呢，你拢莫想遐济，讲要安怎分散，安怎，这拢假想。大家佫开会，讲要分散。免开会啊，你就是一句话，你看有路就走，啊，细里莫步来砍的。吼，啊，你伫咧山的嘛，你路一条尔，你就尽量离开愈远愈好，大家拢散开，还是斗阵走拢好。只要你当然是散开较好嘛，散开叫一般个较袂去定着。但是你迄时阵你无法度想遐济，只要你的即个队内底有人去定着，你就是想办法走，啊，细离，嘿，啊，莫为着去虎头蜂定着，啊，走啊步咧砍的，啊受伤，安尼就好啊。啊，你若是开始有人定着，就是紧离开。
好，你身躯已经定着啊，你嘛唔好停落来哦，继续走。你做停啊，你定着啊，唔好挨哦，继续走。袂使，袂使，你继续走。反正你离开伊愈远吼，你也先走开伊的迄个，伊咧收背的迄个范围，你爱走愈远愈好。啊，伊就袂阁了啊，绕到足远的几啊百公里，伊就无来啊。所以差不多爱走偌远了，伊才会放弃。这无一定，无一定，看树的。佫无一定哦。是看树的大小，拄啊我有讲啊。迄如果迄树吼，像网球遐大，你个无大代志啊。但是迄树像人迄大，迄叫做歹。你看。命哦。嘿，所以你个走到，伊袂走到10公里袂啦，你个几百公尺尔啦，安尼。几百公尺我就袂命，像我这要60岁的人，就走到几百公尺的山来，我看落来比个林秘书边啊较近。但是林秘书伫的时阵，你无走，定愈济，伊嘛无大啊。我林秘书要有尖去炸几支啊，加炸几支啊。我这有过敏的记录的吼，啊正经头写呢，在台湾松林内面第一杀手吼。乌白的虎头蜂，是这树啦，就是这树，这树就是黑腹虎头蜂，上歹就这种。乌白的，乌白的。小白老师，你要有乌白的无？有啊，我找一小看一下，这杀人凶手是生做什么款？乌白的。我这个受风的，不是。嘛是无介大只，无讲介大只，无讲介大只，差不多2到3公分。上大只也是迄中华大虎头蜂。对啊，就是迄个桌顶迄只。嘿，迄只。哦，啊第三，即嘛有第2名的是黄脚虎。黄脚虎，啊，就是这只。这摆。黄脚。这摆黄脚虎。对，这只。这无水，这无大只。这两只是其实差不多。这看起来敢若蜜蜂共款呢。无啦，蜜蜂较这细只咧，迄个比看卖咧，较大只一寡。这蜜蜂。这蜜蜂吼。但是我嘛有看到泰国的蜜蜂有较大只的。无共蜜蜂。无共款的蜜蜂啦吼。啊，这第三款的是黄腰的。虎头蜂。黄腰看这个，看我这有无？我这边没有。我这无。黄腰的虎头蜂就这种，但是对观众朋友来讲吼，这什么应该是不重要啦。因为这现场无咧，就是干那一种结果会缩起来，再休克去。哦，这是我感觉是上重要。但是呢，伊讲吼，即我请教林秘书吼，讲吼，芳定着的伤口吼有水泡，吼后会溃烂。这后有溃烂的，啊，这阵时敢会当先用什么物件先来阻止一下？迄免，迄阻止伤慢啦，迄普通咱免讲芳啦，寒邦啊，定着都有的囡仔，还是讲有大人嘛，鸟甲安尼，鸟啊水泡嘛会走出来都有啊。啊，一般吼，较过敏体质的囡仔，红邦啊定着了，都会变做水泡出来。泡歹皮话。啊，但是敢若毋但水泡边仔，佫整一大整甲安尼。足侪老爸老母拢带囡仔来讲，啊，这是毋是咧发炎？是毋是咧咱讲白菌咧发炎？蜂窝性组织的，咱我想讲诶，其实迄无共款。啊，蜂窝性组织的咧发炎迄吼，迄足疼，迄摸会足疼。啊，若蚊啊定咧啊过敏引起的疹吼，啊有水泡，迄个摸袂疼啦。哦，这两种无共款。无共款啦，迄无共款啦。哦，所以啊，但是迄种咱家己会当处理吗？咱譬如讲咱。做什么冰敷啦，啥？冰敷是讲，互伊莫第一讲，互伊即个循环莫伤紧，莫讲互伊毒素摊了伤紧，哦，啊，互血筋收缩来，莫讲变大，哦，啊，所以伊是干那互即个毒素慢慢作用，莫讲一下就发生一寡咱讲毒一寡毒的攻心，就是安这随伊对这个血循环走来心脏，走去脑，伊会较严重嘛。所以咱若甲冰起来，还是讲甲绑起来，互莫互伊循环。毒蛇家庭嘛是安尼啊，毒蛇家庭你嘛是要毒素莫互伊走，伤早走入来咱的心脏内面啊，互伊保留伫即个骹手的外口，安尼莫走伤紧入来啊。你走伤紧入来，伊发生的问题较大嘛。啊，你互伊慢慢走，慢慢毒素，你搁甲绑起来，你搁甲冰起来。伊嘛毒素嘛是慢慢会走入来咱的身躯内面入来啊，嘛是对着循环嘛。做个这。对啦。哦，这就真正有路用的地线。对，这是讲
即个互伊这毒素较慢慢啊发生作用，莫讲伤紧啦。哦，上后尾我请教吼，互蔡理事长啊，因为蔡理事长哪知伊也咧倡议讲，大家伫厝里会当来多饲芳啦吼。针对着即不几摆的即个芳会定人即个事件，你有啥物物件要甲观众朋友讲？讲咱毋通惊芳，咱应该啊甲芳安怎如何来和平相处？做侪人吼，拢无法度分辨虎头芳甲蜜芳的差别啦。我看到拢讲蜜芳，啊，即届定人的拢是虎头芳啊。吼，上好吼，我是建议讲，你有时間，你就去去讀一撮冊啦，吼，啊了解啦，迄即有甲蜜芳的知識，吼，安尼甲你有幫助啦。吼，咱莫講看到蜜芳就會驚，因為蜜芳較乖，但是虎頭芳較歹，所以你有即個知識。上有心理上要先驚。